以上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要发菩提心是多么殊胜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些所有的过去的菩萨们，以及现在正在发菩提心的这些的菩萨，他们的功德是多么殊胜，我们必须得要称赞赞美从内心里面真正的赞美一切菩萨跟有发菩提心的所有的行者他们的这个功德，我必为烈士，皆施少众生，令得半日饱，人尽为善食，何况恒施予，无边有情众，善事无上乐，能比一切愿。接下来这个是一种对比的，相当就是我们在实践人平常呢，就是有一个人就是提供一些因食，像比如说有些遇到困难的一些灾区那些地方就是做一些那个供应，就是因食那些本身来说的话也是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做这些都是他是做这种功德的这些功德主，他是不是一个佛教徒，这也是不是特别的重要。主要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人做这个都是善事，他的善的功德，以我们一个佛教徒来说的话，那当然就是要认出，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功德。我们的佛陀是什么样子的发愿那佛陀就是没有任何所谓的分别心，没有说，因为我们就是接触佛法的人里面来说，他也是没有分别说这个是高等人可以再修的，这个就是低级的人不能接触的，没有这种的分别念。众生之间也一样的，地狱中的众生佛也是要度化的，恶鬼道的众生佛也是要度化的，天道的、人道的、阿修罗道的、畜生道的六道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是佛要度化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人间就是这是不信佛的他做的善事应该是不是为了要解脱什么的。当然就是没有学佛的一个人来说了，做善事的话，他肯定就是不知道他做这样就能够获得菩萨的果位，能够获得佛陀的果位，这些可能他想不起来的。但是他做善事的主要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因善而来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佛陀所讲的善跟恶来说的话，不是说是主要是你信仰佛教的人做的善才是真正的善，没有信仰的人做的善不是善，没有这样讲。但是区别在哪里呢？究竟与不究竟的区别。所以我们要做任何的善事都要获得究竟果位，而且是真正的能够获得究竟解脱的，以这样的一个变成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话，那就是他有很多的方法，就是在学习的。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众生要解脱的话，经过十地五道的各种的过程都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也非常仔细的。那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个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学过这些的人，没有接触过佛法的，没有皈依佛陀的一个人做的善事，他是不是善事？对，是善事。他有没有功德，有没有福报？就是有功德有福报。但是这个福报跟功德是它有大跟小、长跟短的这种区别。时间福报就是时间福报它是短暂的利益，它也是一样的获得人天果位，也不是说他做了很多善事然后去下地狱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做了很多善事，没有学佛的情况下，他会直接解脱吗？所以有点难。因为什么呢？他没有这个智慧，智慧是必须得有。所以我们要知道大悲空性见的这种我们平常都是讲万物一切法的空性的道理为一切众生发心的这个慈悲这两者能够可以在相应的过程、相应的这种具备这个条件的话，就叫菩提心
所以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么就是有没有你的功德达到能够获得菩提果位的这个功德是，当然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信佛？为什么要学佛？信跟学这两个都是，当然就是前后的因果嘛。所以首先没有信仰，那也不会去学习啊，学习才是可以修持啊。所以这也是一样前后因果的关系啊。没有学习，你修什么呢？那你不会修那修的话，你就是没有学，你修的情况下用一样的时间，但是这个学与没有学功德就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学习怎么样的发菩提心，我们要知道菩提心的功德是什么，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平常都是说在里面所讲的，就相当就是一个人做了一个供餐的一个功德主，今天供养了一天的时间，就供养100人、1万人、1000人100万人等等很多的人的话，那很多人都是会赞美他，说这是大功德主，这是就是很发心的，就是菩萨，都一定会这样讲。反正能会说的都会说。如果佛教徒的话，都是说他是菩萨；如果是基督教的人或者天主教的人，他们都一定会说他是神他是什么。那如果这个都是肯定会讲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要知道当初观世音菩萨的发愿，以及所有菩萨的发愿，那么这些菩萨们为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些发愿来说的，那就应该就是要更加的赞美一切功德，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应该要赞美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应该要特别的就是要恭敬一切菩萨，而且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这种诽谤，或者是做那些菩萨，或者是骂那些菩萨，主要是诽谤，或者是说一些不道德的语言跟相当就是拨开我们就是用不好的眼神来看菩萨那些。本身我们就是修持大乘佛教的一个居士来说的话，那我们为一切众生，心里就是要有一切众生，而且行为上来说的话，是对任何一个众生都是连一个不好的眼神都不可以看那都是一定要就是用非常善良的心跟非常善良的行为来对待一切众生。这本身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就是要具有的，一定要具备的一个条件，对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如果是赞美的功德感，如果是我们就是诽谤或者是说坏话的这个罪过的部分。自本作人着空着我